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喜来嘅》，我係吳依容。我哋今日嘅來賓呢，以推廣客家文化非常嘅盛忙哦，嗬。而喺貴州先生退休，落成到客語文學創作廿多年來，出版嘅16本書哦，有一個繪本圖畫書，還有詩畫集。而同時呢，咩係客委會委員、客語宣傳師、廣播節目主持人，咩得到係第31屆客家台灣文化獎。歡迎彭水蓮先生。依容你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台東嘅鵬鵬先生。先生嘅一個愛好按定義下嗬，鵬鵬先生係嗬。唔過老師先同我哋分享一下嘅背景好冇？好啊，我係啲台東教書哦，超過30年嚟。我係出世啊，我係保育接受才係苗栗嘅3年，唔停聽。從細啊，帶啲客家莊啊，就全部都講客話。不過啊，後來讀書啊，啲教書啊、結婚啊，都到台東去嘅，都親手講客家話。哦，啲台東就冇乜機會講嘅。係啊，之前就冇講客家話。後來才念盡客家話。因為一開始教書就大家都講普通話講國語嘛，嗬，同事之間咪係一樣。咁我有機會有個念盡客話嘅咯。因為其實我生年咪講河洛話咧，因為我街老公啊就河洛人啊，我嘅家娘啊、家公啊，佢都講河洛話嘛。嗰時嘅環境嘅問題都冇講嘅。因為我念盡客家話，因為我啲好教嘅時節啊，其實係教生人誒去參加語文競賽，專門教生人嚟去創作啊，去比賽啊。一直到90幾年後下後哦，啲政府啊就推廣本土語嘛，提升本土語意思，將本土語納入全國語文競賽。嗰時90幾年開始啊，就想講自己係客家人，要讀到係家長嗬，而唔係客家人，就想講做啲帶新人嚟去參加客家話比賽，就開始搞朗讀啊、演講啊，個有陣時會老師人寫歌嘅，我記得去參加演講比賽，個講故事比賽一條，後來就講其實用母語創作一件事情啊。挺有感情的，就後來就越來越有母語意思啊，就開始念盡客家話咧。你一開始愛為生人嚟寫歌嘅啊，嗬，也就因為人家嘅可能幾多年冇講客嘛，咁一開始愛來寫，愛來教生人嚟講嘅時節，會緊張冇？講冇問題哦，不過書寫就想講唔知樣寫。我嗰樣時其實書寫係蠻推廣到唱一下較古典嘅詩啊，都親細調音嘛，可能是最好嘅，係啊，自家可能是我講本身人嚟唱嘅咧，其實用錄音嘅方式教啦，就係因為音嘛，啲教聲人嚟啊，叫做彈啲講嘅話，行過錄音，唔過真神奇嘅就係其實我係苗栗人嘛，苗栗細妹人，苗栗細阿妹。我講嘅係北埔嘅試演強啊，我係教嘅聲人咧嗬，因為我哋台東類似各地嘅都到台東，係咧有北試演咧，咪有南試演咧，咪有海陸強嘅，有我教嘅聲人咧啊，當到喺南埔嘅，我真發現南埔嘅試演強老北埔，有冇共樣嘅素材嘅？以前都唔知哦。後來係因為教生人嚟去比賽，爭啲講原來啲客家話嗬要分做按度強。咁下讓發現到安咧。唔過教生人嚟就係教唔自家講嘅嘛，嗬。係啊。教北試演。唔過後來我自家要調整，因為想講咩共樣安尼去學習吧。原來南方人按樣講，比如學訓一下，南方人講。轉白一下，我就講都神奇哦，就講你就講你嘅南埔人，就你尊重，就你咪向下來學習啊咧。嗰種人睇教生人咧，因教就因感覺個奇妙，即個咩念盡嘅客話，咩想講我開始創作係咪？
有冇有創作嘅想法？我還蠻退休之前啊，其實因為都係有按參加，開始按嚟書寫嘛，嗬，啊就咁我當成次，啊後來有機會啊參加客家筆會，嗰陣時都開始有推廣書寫，啊朋友都推薦我講，你做啲社刊啊，去參加客家筆會要出嘅文學客家嘅季刊啊，嗬，啊就講好社刊啊，嗰時候都有開始藝術史都投稿筆會，啊後來就感覺當有成就感有冇？將自家嘅感情做得安尼書寫出來，要俾別人欣賞，啊就開始當有興趣嘅，啊就去參加當到嘅文學營嘅學習吧。嗰陣時自家咪開始有模擬嘅意思啊，嗬，就90幾年開始，啊就有聽書教育嘅去推廣本土語言，啊有做嘅本土語嘅指導員。然後客家語輔導團嘅輔導員，啊，將我哋去聽書推廣，用慢啲教學啊，來提升呢啲母語，教生人嘅母語傳承。啊，後來我自家啲做指導員嘅時間都有寫教案，教案，嘅教案啊，都用故事去教生人嘅學習客家話，啊，就感覺當有效果誒，啊，嗰時候自家後來退休之後啊，都對文學、對畫圖都有興趣，都想講，你傳承其實都得用冇同樣嘅方式傳承，啊，所以我就用文學藝術嘅方式來傳承。一方面自家學習畫圖，一方面又教生人嚟創作，啊，又寫詩又畫圖。後來我做繪本故事咧，其實自家想到，我以前嘅故事啊，都有效果。冇就自家畫看啊，當勇敢，啊就自家畫繪本故事，嗰時候係第一本嘅繪本故事，叫做《雲火龍》。係話32個位嘅一種書啊，民間嘅書啊，雲火龍。第一本就係畫嘅故鄉，客家莊嘅故事。啊想講啲故事啲都咪做得。本身人哋學習到啲本土嘅文化啊，嗬，係啊，然後後來啊，較有名嘅就係野土書啦，後來就見寫，啊，我自家創作較有名嘅，較多人感覺當好用，啲教學感覺知道當好用嘅就係野土阿三妹奉茶。啊，儂會想講我來畫奉茶呢個主題呢？係因為。奉茶嗬，喺啲生活中啊，係講喺呢個客家文化嚟講啊，係當經典嘅文化啦，嗬。因為係為他人設想嘅一種當好嘅講嘅品德嘅部分啊，嗬。經典文化啊，一下嘅生意呢，就輕手優雅方面，因為生意都3C產品嘛，啊就滑手機，都教手機嘅啊，越來越少老人接受，尤其為他人設想一件事情，一生意全部都屋卡嘅寶，有冇？係啊，就當少有按樣老人接受嘅機會，比如說我知道奉茶嘅文化就係當好嘅，做得本身人去了解，然後我記得欣賞過，其實以前嘅人係有按有人情味嘅素材，比如說就留嘅tango嘅故事啊，還有我自家嘅細時節啲客家莊嘅生活經驗，都留佢創作，畫成故事，啊個分做3本。奉茶嘅文化真然同啲朋友嗬，因為我記得我去太爺，可能有，因為南埔我喺度聯絡嘛，聯絡冇嘛嘅山，好啊，個太爺去到山度誒，就會看到有人啲嘅奉茶，就想講，我會有人按你哦，我從家下冇嗌爸爸媽媽講，呀茶本蠻認識的，然後都講隨便啊，唔見過嗬，過路唔拄好的都可以食。家下我就有一個印象，侬有人按錢咯嗬，你不用按嚟煮一大鍋茶，你不用嚟嘅，冇鐵牌餐廳本認識，唔係講搶嘛嘅人客，唔想去食就食，嘅確實係更加嗰少有嘅嗰種民營茶人設想嗬，你老師頭都講嘅，嘅。嘅人情味更加真實，
夠難想象嘅吼。錯啊，也生意呢，因為都不卡嘅薄嘛，就想到自家較多，唔好去想到其他人。咁所以亞種文化係當好嘅推廣啊，地都沒有當到嘅故事啊，感動人嘅故事。你不用啲故事地度啊，唔係單槍奉茶聽聽，嘅成塊地度都有你客家種嘅故事啲地度啊。老師係做啲本咗三本來寫呢吼，人哋做啲來講一下一三咩目標嘅內容，好嘛？第一本就係甜點甜，係咪？迄種話都是甜點甜，因為奉茶其實比如啲蘆筍也係講甜筍，也係講。白宮沒有筍吼，都時常我看到奉茶。不過啊，也什麼烏筍當鐵樹，嘅奉茶嘅大樹下奉茶之外啊吼，佢有一隻田咧，你講嘅涼田啊吼，一隻田咧，唔單止係你啲呢，還有名嘅，很多甜點田。其實也係真實嘅故事嘅，係談過嘅種茶講過，你客家種真係有安樣嘅故事，不過有一天呢冇嘅啦。就味道嘅奉茶係做一隻田咧，佢做乜解會起田呢？不過又有寫名稱，很多甜點田，就係有故事嘅。嗰個有一本甜點田就係提講，農會有安嘅由來。其實有甜點田咩係個感恩田啊。就係台灣人上山做事啊，就連寬態度沒有去改番薯有冇嗬？結果就喺啲大樹下負唔出，姜誒啲大樹下負唔出，結果生嘢就啲大樹下姜誒。那你有連結冇？甜點田。就係安尼嘅意思。就係啲咁嘅姜，佢嘅會看人當感恩啊。因為頭個人姜生人係非常應該講危險。姜嘅個嘅酒香，姜唔過三代表。係隨便就可以講出安樣嘅典故吼。也個係第一本甜點田嘅故事，加下兩本呢又用嚟過去呢個故事，我哋聊一下聽過唱蓬蓬先生來同我哋分享。歡迎到進來福喜來嘅現場，今日嘅來賓係彭水林先生，到蓬蓬先生吼，同我哋分享，以做啲講真有名嘅一個繪本吼，三妹奉茶有三本哦吼，到講到一個甜點田，後邊還有碰風茶團龍紅山，老師咪同我哋分享一下也啲背嘅故事，好嗎？我話奉茶其實有當多形式，本來向係一開始我創作嘅時間，想到奉茶係做一本田嘅，不過話那個專家先生就講，其實按多形式啦，你就做得分開來做，我說後來就我做成三本，因為奉茶嘅形式啦，我家講嘅甜點田咧，佢做一啲大樹下吼，用嘅太暗光，太暗光啲都要裝嘅煮好嘅滾水嘛。第二本咧係嘅奉茶吼，冇咁樣係煮茶米嘅奉茶咧，因為嘅富人家吼。拄好佢自家係有種茶嘅，你客家種其實當多數菜都有種茶嘛，係茶米哈。不過也個第二本啊，寫嘅碰風茶就係佢係奉茶係用大良乾，係用肥嘅做嘅，頭把你不卡都係個茶乾啊，係較細用嘛嗬，咩肥嘅做嘅，大良乾就係一本按到人啊，高路人士啦，佢說嘅肥嘅做係較大嘅，你就喊佢大良乾。大良乾。大良乾地都種嘅嗬，大部分啊都係茶米，有泡茶米哦，係較較高級哦，有茶米嘅。依咩有人嗬，係百里葉啊，百里葉洗澡，啱俾泡百里茶。頭個咩要人樣做嘅，
我睇見日本吼，神仙咧就係嘅富人家，佢係就係自家有種茶嘛，古時候佢係泡本高路人食咧吼，係太陽講地度種嘅係正經茶米茶。後嘅阿三妹啊，就吃到當神奇個，做嘛嘅白眉吼，嘅本茶蟲嘅熬過搖死嘅茶葉啊吼，做嘛還愛炸嘅咁有人愛，後來就也故事就帶出，其實就係嘅雖然係本蟲嘅熬過啊吼，你客家講到粗鹽茶。本種嘅熬過嘅，叫粗鹽茶。嘅粗鹽茶其實係最甘甜嘅呢。呢個小綠葉蟬啊，嗬，小綠葉蟬熬過嘅茶葉啊，嗬，係啊，係嘅。家私很啊好，家私很好。好多嘅地都有故事。我最主要想去呈現嘅就係第一本身人哋去感受過，其實你看呢個農作物啊，每天當獎做得賣。其實講嘅本蟲嘅熬過，鳥時點都較有價值嘅，點都較有價值，因為健康較重要。我說買本身嘅思考也嘅問題，莫先農藥啊，對你土地啊環境保護啊，對你身體嘅健康，真係挺重要嘅。嗰種唔單止有無腔樣嘅形式，風茶嘅形式，無腔樣嘅故事，韓國愛同新人嚟講嘅，沒有到嘅無腔樣，加多睇上本龍鳳山啊！日本係新人嘅最好嘅一本誒。因為咩腔樣係太暗講，呢度裝滾水，唔過話嘅做滾嘅滾水當個嗬，係咪變龍鳳山？龍鳳就係稻殼啦，做嘛我不用嘅龍鳳山呢？韓國嘅聲音就講安尼我學咗冇要乜嘢安快心嘅高人講，要乜嘢安快心，做嘛不用龍鳳山咯，咁有槍力其實你客家人嗬，係唔係本人是快毒死啦係當好事咪？一天我留嘅龍鳳四槍力，我哋都嘅圖還有畫過，四槍力之後啊，不用另一條下洗鼻澡洗澡之後用布袋用冇裝起來備用啊準備用我用到嘅時間就即是不用啲滾水地度啊咧。嘅聲音咧就會其實做乜嘅我不用咧？你講故事嘅人就不根本去談啊，聲音當有興趣，佢想愛啲唔嘅答案，佢就會去探索，就會本佢就談。嗰時要做啲互動，同聲音嘅互動安尼。係啊，個聲音我當上試看啊。係啊，冇試過。係啊，最近如何做得什麼？佢本試看啊嘛，其實唔係啦，佢係地度嘅。意思啊，就係其實係當為他人設想，而係高路人啊，就係啲叫風茶嘅人啊，係當為他人設想。我講答案嘛，係本嘅觀眾朋友自家看答案。我同大家公布一下嘛。如果公布嘅還係做得來看，因為你看負面就啲老師唔單止係個故事，畫嘅咩鬼生動咧，係圖畫書嘅重要就係我看嘅圖，係嘛？係，我本身嘅 TV 做乜嘅一樣嘅啦，因為嘅啲人嘅高路人啊是特別。就係唔按菜嘛，換一下，試一下，換一下，試以後，換一下試以後，安尼記住唔會係那個唔會是特價。係，有一個重要嘅頭擺嘅文化留下來，都做啲本身人嘅啲呢，嗬。佢想講鮮明嘅滋味啦。係啊。佢成法當中啊，咩係佢阿妹煮水煮滾水煮當滾嘅時間，生意嚟啊，搞到甜上嘅食材嘅時間，佢按滾按用嘅時候，佢咪正因為隻東方，比如當個本身人食嘅，佢係強生人錄到。
不过也啲太暑下有冇？太暑下都唔行得到，因为不用规日的吼，做主人的咪吼，佢还有其他原因。哦，係哦。我本觀眾朋友去解一起，去解一起。哦，我就加其他原因，我就唔知嘅，我想啲講冇都行得到啊。哦，咁等下我來偷翻一下。啊，老師哥厲害，你除了寫，又會畫嘅吼，我很厲害呢。我知道畫圖卡做得安尼表態自家嘅想法，除了文思之外啊，畫圖咪當神奇啊，像啲都阿什麼呀，當到嘅想法嘅嘢，你要去檢查，有冇？你做下小課去檢查，呀，我自家嘅以前嘅想法就係咁樣，嗰時我哋畫阿什麼嘅時間啦，我就自家安尼做。很不開心，我翕相。哦，就即個做 model 啊，翕下來畫啊，好安心哦，嗬。係啊。啊，老師除了畫一個繪本，嗬，同聲音嘅有關咧，有嘅係種阿三妹風場咧，係線上自家畫，嗬，自家獨立完成。沒有幾多呢，係同聲音嘅共下，嗬，師生合作嘅。啊，老師創作力很旺盛咧，嗬，還有史畫習，嗬，老師還有自家做自家寫現代詩，還有搭配自家畫嘅圖案有咩？嗬，我還有翻譯做英文。哦，抄一個阿三妹風茶，還有翻做英文咧，嗬。我創作大本書啊，都會唱嘅我台東嘅美國先生哦，佢係真嘅美國人，佢客家西郎，我認識佢都係個語言啊，都當感通，佢都講哦，呢啲推廣客家文化，佢咩當感通，所以佢都阿三妹風茶，佢係讓我義務，讓我翻譯嘅。哦，係啊，佢都錄音翻譯。啊，就我都要做成 QR code。我說你哋看故事嘅時節啦，特頁安尼翻嘅時節吼，都會有英文咧嘅美國先生佢當到底哦吼，啲英文啊，還有嘅彭彭先生嘅設計念嘅故事。哦，就係兩種語言嘅語音就有。哦，嗰種我個人想要來了解一個文化，甚至學客家就做得。啊，我咪想講你。大家喺個學習客家話嘅時間，要做得學英文，安尼就大家更加有興趣，更加上癮，有冇？係，如果外國人咪做得來學習，來了解呢個文化，做得推廣到韓國飯喲。阿先生來分享一下一個史畫習好冇？好啊，因為我自家咪好寫詩啊，又好畫圖，所以我就讓我寫個詩啊，就選個較有感情的吼，就不用啲呀史畫習，有詩有畫，韓國其中有武術，還有做成果的，哇，創成果的哦，啊，做嘅咩你自家寫下？我寫歌詞啊，吼，因為寫詩嘛都有歌詞，啊，我老公做曲，啊，我來會拍嘅短片啊，叫做也 MV 啊，後面有 post MV。啊，就不看人自家做咧。不，佢不看人就按有才情咧。哦，啊，老公要會寫曲嘅哦。其實我哋係素人創作，就係我哋冇講專業啦，唔係專家，就係畫圖咪係好畫就按嚟呈現。啊，做曲咪叫我先生係佢係自家好彈吉他。啊，我就叫做鼓勵我講，做啲唱歌嘅試看下咧。哦，而咩鼓勵啊？係，佢就用一種自家好嘅方式去推廣。啊，唔過你喺看嘅條創作是唔係專業吧？就係感情較重要啦，吼。哦，哇，同好呢，吼，就係唔嘅屋企人，唔嘅老公。甚至來耶，吼，大家就會支持你做安尼個事情咧，吼，還有唔講可以花個時間可以自家做 model，沒有伊能來聽翕相啊，吼。係啊係啊，做也較無限啊，吼，啊，要創作要做動作嘅推廣，啊，較無限，應該不看人都可以支持啊，咧。吼，你按你寫一本啊，比如講阿三妹風茶，按你寫係可以幾久嘅時間啊？每一天呢。也就係故事先寫出來之後，就開始畫圖。畫圖個花時間吼。集中精神啊！創作冇辦法拖太久就鏡頭
长久，会难哦。好难，好难哦。我说，也创作起来差不多3张页啦，就会画出来。哦，你就会集中心力安尼，就写一本书，夹夹地做下安尼，因为你的灵感就进来嘅，就会夹夹完成。对啊。不过司法系较无强，司法系一书喺长期几啊年咯，去加有感想，有感情的素材，然后看人嘅感情啊，韩国看到嘅体验啊，韩国客家文化啊，有想到生活中有嘅心得，也就创作嘅事嘅，跟住长期累积下来嘅。哦，甲观众朋友拍我过上嘅题哦，甲是否是地波有用那个内容，我来了一下听过继续请彭王先生来分享。非常多種來福喜來嘅現場，我哋今日有請到嘅來賓係彭水玲先生，同到彭鵬老師呢，同我哋分享一個繪本圖畫書啊，上面風茶，韓國人嘅司法細胞學，佢有才錢咯嗬。首先落來請先生同我哋分享，先有感書嘅藝術史，好冇？好啊，我都當想分享，我都寫詩之外，有創成歌嘅嘛，我都先想分享。我一本書嘅書名，記得你嘅好，因為一首詩係天書創成歌嘅，所以我一下就分享一下。好，記得你嘅好，有人你可能喊唔出我嘅名，不過我還會陪你窮食走，陪你散步。你唔記得我冇相干，我記得你就好，就像早晨一面大年長江嘅粒露水，明天就會消失掉咧，未今年擁有最強嘅甘甜。有人嘢，你可能喊唔出我嘅名，唔過我還會留你병心肝，留你講法，你唔記得我冇相干，我記得你就好，就像暗夜星光必定夜光，向下行高，無論到哪位美一天永久，記得你嘅好。哦，嘿，老師做係藝術史分做兩團，頭一團係用當上嘅，第二團就用唱嘅。嗰種唱嘅也曲嘅就係你嘅老公寫嘅，係咪？係啊，我就係素人創作者。哦，好厲害哦！唔係專家，不過就係好啦，嗬，就係有興趣。我就都攞佢唱成歌嘅，也曲係我老公寫嘅，拍成 MV 我拉嘢拍嘅。不過一個司法師就係當到老師你嘅平常時嘅很多感觸哈，就可以創作下來。感情，然後像老阿妹嘅感情啊，阿爸嘅感情啊，韓國體檢時沒有，啲台東大嘅體檢啊，就哇，當感通都攞佢寫咗詩啊，沒畫圖啊咧。哦，好真嘅。唔就係當到事情上去做嗬，當到創作上去寫下來、畫下來安尼。
啊，先生更加还有新的身份吼，没有主持广播节目呢。係啊係啊，就是幸福台球線。哈，就係講下廣播電台嘅節目。啊，那我有也機會來做廣播節目主持人呢。係哦，因為之前一開始係自家創作當到故事嘛，啊都時常有機會啊去台北啊，吼去數各個電台嘅訪問，就去講故事啦。啊，後來因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成立嘅時節啦，啊個新嘅台長徐志尊台長，因為之前叫訪問過我，啊佢點解同我講故事？啊佢講，嗰樣時佢就規劃要做369，練台3線。講6隊幸福台球線，啊希望你客家莊嘅人文故事啊，做在呈現啲節目中，收嘅本聽眾朋友，有時候佢都想到台東啊水蓮做得咯，佢都邀請我主持台東，有時候我主持嘅節目我都台東好了。獨到手講下。嗰種咩？如果去採訪韓國度台東菜地嘅人嗬。係啊，因為就像我只節目啊，收嘅台東嘅人文風情，啊，以客家莊前嘅客家人訪問，我睇睇都係拿啲麥克風去到客家莊。啊，去請客家人打嘴鼓啊，去訪問，啊，就伴全國嘅聽眾朋友認識台東嘅呢。嗰種咩？唔嘅退休生活幾好呢？蠻耐做啊啦。咁有讀到乜嘅影響過前嘅人冇？有啊，其實按樣嘅工作機會啊，我就知道對我自己嘅動態嘅成長。因為之前係有認識種種鄉親啊，不過冇按呢實際啊去了解，啊，我就都開始就去請客家人當場嗰種嘅使命感有冇？就係去潛出台東嘅客家人嘅感覺，就去訪問當到客家鄉親嘛，佢說各行各業嘅，我知道我係認識當到各行各業，啊，睇佢就會分享佢哋喺樣板來到台東，行個創業嘅過程，行個生命嘅故事。啊，就感覺哇，當感動誒！其實當感動嘅啦，因為做嘅3年人嘅吼，啊，當到故事做得分享，啊，其中係唱嘅移民嘅故事啊，記得移民到台東啊，係樣板嘅過程，當感動誒，像印象當初咩哦，就係嘅移民到花蓮富里，啊，嘅夾爸爸吼，係買嘅日本式嘅屋嘅啊。佢係清河塘，佢個屋嘅係日本式嘅，你用到移動的城堡，個屋嘅做得安尼，拆開又夾專業，拆開又做夾專業。我說佢屋嘅設計啊，加雜味素，係哦，一下曬到池上嘅灣岸。你就發現當到奇妙嘅人事物安尼。像佢安尼，你喺了解時間就講原來佢天拜去到花蓮佢係個上一趟去到花蓮，老原住民要接觸，咁個本地係原住民嘅頭目嘅屋嘅係日本式嘅屋嘅哦。佢買之後又競賽曬到灣岸，其實你聽佢講故事嘅時間都其實就會感受到族群之間啊，啲台東係當特殊嘅，能夠咩會感受到佢哋喺樣板啲嘅啲生活咧。安尼談下來睇下就啲彭彭先生對一個客家文化吼，真然佢有熱忱吼，佢有熱情啊！你看得到一個黎明鄉親，伊能成立嘅一個客家課版文化獎，吼得到第31屆嘅獎哦，吼！啊，你得獎嘅時節心情樣呢？當光榮，係啊，當榮幸當光榮，因為得獎嘅原因啊，我知道係我就係推廣客家話，啊，就教新人嘅創作，帶新人嘅去學習客家話，係用咁樣嘅方式去傳承一件事情，要本人看到講也係當好嘅，嗰時候要得到動態嘅鼓勵，嗰時候佢嘅得獎嘅名稱啊，得獎嘅嘅牌嘛獎牌寫定客語傳承，非遺後生安尼。哇！真嘅係當公用嘅哦，嗬！啊，又係一個奇妙一種個詞係
喺提美國的客家鄉親，伊能成立呗，伊能對客家文化咩台灣嘅客家文化咩個關心，嗰時候就要去注意，萬人對客家文化嘅推廣係個有一個成就嘅，嗰時候了解到鵬鵬先生。做呀客家文化相關的很多創作啊，做很多事情下來，冇感覺甜咩時節哈？這都都神奇啦，有成就感，因為尤其帶生意的一部分啊，吼，家講到要得到一獎，就係帶生意的一部分。啊，帶生意呢有創作繪本故事，創作今日有10本的呢。做生意呢，上故事、畫故事，就像安尼繪本故事都要出版出來。啊，有啲故事吼，拿去其他素材講故事，做一個教材補充教材，當好用誒。這些嘅故事又當有創意啊，講本身嘅堂吼，當有意思啊，就會記得感覺當神奇。這樣呢，佢必須學習客家話，就知道當神奇。然後又有做廣播樣。帶後生人咧廣播樣、文學樣，帶定佢哋學習，像個文學樣啊，就啲台東舉辦嘛，連個種花嘅好朋友咪做嚟台東學習。啲種花就可以。係啊，知道要聽嘛？其實係當無限啊，唔過話就感覺按到後生人吼，有按那個要佢哋咩好學習嘅時間，就感覺哇，知道當有意義。尤其去年啊，我哋舉辦文學樣吼。結果啊，台北市政府有頒一個後生文學獎嘛，結果行義士嘅部分啊，50人得獎吼，天悠的家族30，50人得獎30家族就係我哋文學樣嘅學生嘅。當大家鼓勵，佢哋講啲東鋪、東廠、東偏遠嘅素材，有學生嘅按部下時啊，韓國年紀當時國中、高中。做得用客家話書寫，佢哋係真嘅用客家話書寫。哇，真嘅係一個當件就會有效果呢。阿沙下來先生係有乜嘅計劃哈？就想講韓國做得一種嘅方式啦，當想分享本韓卡多年底，就講其實你用無同樣嘅方式來傳承，像我哋帶點聲音咧，去創作啊，去教啊，就係。用一個發通嘅方式來本佢哋向下來學習客家話，都知道喺有機會嘅話，咪做得分享本韓卡多人，古時候要去基隆啊、南投啊、其他縣市、三義啊，咪要去分享，係帶定佢哋創作，帶定嘅行業宣傳師啊，咪有一群宣傳師啊，向下學習係樣辦帶生嘅創作。韓國我感覺創作一件事情當有意義，咪我繼續創作。我自家咪留下嘅事有冇？韓國創成歌嘅，我也有總共有6首詩歌，做成 MV 啊，亦都當場有請觀眾朋友嗬，咩要係時節都上 YouTube 嘅嘛，添上水蓮創作嘅 MV。睇下做得仲去前面下屯老師按讚今日非常感謝鵬鵬先生嘅分享，多謝感謝依勇，感謝觀眾朋友，這些我記得收藏我哋台東嘅節目，幸福台叫聲台東好了，獨到秋光下，歡迎大家，這些上來了。多謝先生，咁觀眾朋友冇轉台哦，繼續聽論先生好好運通。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有請大家去到我哋嘅面書粉絲專頁面站，韓國聽嘢 YouTube 頻道，隨時發落福喜來嘅消息。